時咧已經開始咗啦。咁啊有1號線道嘅聯誼靈車體育會，2號線道嘅豐盛龍，3號線道嘅黎氏藥業荃灣葵青青英龍，4號線道馬灣聯青啊，5號線道咧就頂得住體育會啊。咁你見到而家咧暫時有少少優勢咧，就係4號線道馬灣聯青龍啊，就彈咗少少出嚟嘅。跟住2號線道咧豐盛龍舟體育會啊，就嚟自屯門嘅，咁啊開緊大啦，追緊上嚟。中間嗰條咧就係我哋呢一個嘅黎氏藥業荃灣葵青青英龍啊，橙色衫啊，大家為佢打下氣啊！我哋本區嘅荃灣葵青青英龍啊，咁我哋同佢打下氣先啦，追緊上嚟㗎啦！喺隔離咧有呢一個嘅馬灣聯青龍啊，稍微喺後面嘅咧有呢個頂得住體育會，1號線嘅咧連住落去追緊上嚟嘅，嚟自大先嘅咧係呢一個嘅荃灣葵青青英龍，荃灣葵青青英龍，我哋呢個荃灣區靠你啊！跟住咧就呢個馬灣聯青龍喺隔離追緊上嚟，有冇機會咧馬灣聯青龍？已經我哋航拍咧都影得好靚啊！咁啊，加上咧呢一個頂得住喺度會啊，多謝你哋啊！